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全球头一款以 HLA 第十 G 导向的外鼻体药物的载体，用这款新的方式来治疗癌症，比传统的标靶药物愈会当来对症治疗，副作用更较少哦。治疗癌等癌症是有袂歹的效果。外鼻体是一种细胞分泌的真细的水泡。 有丰富的蛋白质、DNA 等活性物质，会当加速空喙愈合甲修复。最近几年，方大大用伫再生医学。目前国内只是有条件的开放用伫医美，毋过中国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全球首创以 HLA-G 为标靶的活鼻体药物载体来治疗癌症。 佮经过动物试验证实，比传统癌症标靶药物更较精准，副作用也减少。传统的标靶没那么准，而且传统的还是有一些误差。然后，第二个是传统的标靶，它是一种标靶治疗一种癌症，一种标靶，我这是1对多。 研究团队表示，所谓 HLA-G 是表现伫胃的抗原，有保护胎児、无互母体免疫细胞攻击的特性，同时伊也大量表现伫癌细胞上。新研发出的 SOB100是会当辨识 HLA-G 的背向性活鼻体药物载体。 当活鼻体添加抗癌药物了后，会当更较精准拍到癌细胞，大大提升疗效，而且更明显减少传统抗癌药所引起的毒性。 真的很毒的，那副作用很大的这些化学的药物放到这里面的时候，发现它能够有效，大概就是在4分之1的剂量，我们就可以达到一样的疗效。研究团队强调，目前这个平台已经完成临床前的研究，各伫黏癌、脑部加入母细胞瘤等治疗困难的癌症中呈现突破性的成果，也已经发表伫国际有名的期刊。 佮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署 FDA 批准，今年会进入人体临床1期的试验阶段，并3年来完成人体试验了后，伫台湾上市，互更较侪癌症的患者受益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